點解韓國女仔皮膚都好似剝咗殼嘅雞蛋咁？今日就帶你哋去韓國皮膚科明洞奧提拉皮膚科一探究竟。和三暖包直望南沙塔放鬆嘅 coffee shop 感覺，由院長或者諮詢師直接面談，表達想改善嘅問題，減皺明顯雙下巴同提拉痘痘問題。環境真係好靚，好打卡報價，存放好隨身物品就可以開始落妝啦。今日嘅村民就係超聲刀600嘅啦啦飄，超聲刀600打落去有熱感，感受到肌膚拉緊，完全無痛，有效緊緻提升改善下垂輪廓，無痛減皺雙下巴。啦啦飄入門級果酸煥膚，溫和去除老廢與角質，同時護膚，改善皮膚暗沉、暗瘡印，增加光澤感。所有療程完成之後，就進行照燈舒緩。最後貼心擦上防曬，做完療程完全冇紅腫，肌膚亮度 up，仲有小禮物啊！